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但是对真侪农民来讲，真正欢喜袂起来。咱看到讲，今年七号中国已经用往来讲有孤神有航海这个理由禁止台湾往来销中国了哈。另外，咱嘛讲到吼，即阵唔那干那往来尔，连食客和任务吼，这三项拢是咱销中国上大宗的这个前三名吼。其中咱嘛讲到台湾的任务吼占吼这个出口吼销去中国90%以上。咱嘛讲到这个政治的动作伤过头明显吼。过去咱嘛有讲过吼，这都是一种这个企图杀吼这种动作。另外咱嘛讲到，即阵可能是挑伫工来找麻烦。农会嘛讲吼，这个柑仔类敢是后一波吼，这个咱讲的果子会受到影响的。另外，咱嘛看到讲蔡总统嘛讲，中国过去禁止着吼真侪国家啦，亲像讲澳洲的龙虾啦，啊禁止这个台湾这个牛奶制品吼，佮禁止吼咱的这个水果，中国你到底吼有心要遵守着国际贸易的这个规范啊无？另外，咱嘛看到讲，即阵佫有消息传出着讲吼，国际吼上有这个代表处的这个名吼，可能要喊咱讲改台湾的名，中国伫遮出招啊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农委会吼，陈吉仲伊嘛讲着，甲中国吼设下一个咱讲期限啊，你若是9月30进前无来去回应，我就要向 WTO 来去申诉啦吼，要澳洲的这个模式来去做一寡这个提高这个动作。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即阵中国嘛讲着啊，到底要来参与着其他的国际吼贸易的这个组织无？咱看到讲吼 ，CPTPP 中国已经话要加入吼，但是看到讲日本甲其他的国家可能无遐尔满意啦吼。咱嘛看到讲外交部长吴钊燮吼，伊讲啥？伊讲吼，哇，即款有敌意的这个行为吼，你 WTO 你的这个国际秩序、贸易秩序，你就要遵守。即阵你国家来讲 CPTPP， 你要来参加，敢讲是笑亏？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两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咱的这个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逢甲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杨明宪。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啦吼。第三位吼，咱要透过连线吼来连线伫咧屏东的任务龙，咱的郑信胜，信胜兄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啦！透过连线，咱等下好好甲你请教这个问题。咱先要带大家来看讲，伫咧中秋节，咱连假哦也要开始吼。咱讲吼，真正放心咧放假的这个时阵，咱看到讲中国就传出着要甲咱的任务啊，甲咱的食客拢总吼禁止吼，先做来看。往来事件了后，中国国一届对台湾水果发出禁令，即届是适客甲任务，共款以检出有害生物做理由，要来冲击台湾农业。主要出产任务的屏东县讲，因为目前毋是任务的产季，所以影响真有限。也若台东县是要摒有害生物零检出。屏东县的莲雾产季是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5月，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会造成立体性的一个冲击。110年开始除了补助空压机之外，那明年度111年，台东县政府这边也会给农民适当的一个补助。中国连续攻击台湾的农业，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吴锡进趁这个时伫微博发2篇文章，讲民进党政府遮尔摆的表现，无代替中国增加对台湾的贸易甲相关的政策，嘛批评民进党毋捌好气生财的道理。陆委会表示，无法度接受两岸的农产品划断就断这款阿爸无理的做法。对于陆方针对两岸农产品贸易说断就断的无理做法，我们不能接受。尤其是消极应对农委会之回函，不愿意依两岸协议机制与我方沟通，如此作为既违反国际规范，也漠视农民权益。这种伤害台湾农民和相关业者、伤害台湾农业和两岸关系的作为，本会要严正表达不满。我们的政府已经提出抗议，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片面的破坏我们这个贸易。双方的贸易的秩序，那我也已经指示农委会要拿出对策，保护人民的利益。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人民册破文讲中国欠缺科学证据，嘛违反无歧视的原则，要求中国伫9月底进前爱回应，若无会伫 WTO 提出控诉。不过诉讼是尽了时间，针对有时间性有外销需求的农产品来讲，恐惊是袂付期。农民大概
没有办法等到1年半或2年后，然后再来享受这个迟来的果实了哈。它必须可能这个礼拜、下个月就要开始改变，找寻新市场。台湾侪侪农产品是销去中国市场，不过今麦两岸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农产品一定要有多元的管道，才会当分散风险。学者李顺指出，虽然 WTO 的诉讼是真了时间，不过只要提告有成功，对未来类似的事件嘛有主动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哇，先来请教建中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往来好过去是咧3月就甲咱禁止，即阵是这个湿气含这个吼染雾啦吼，啊，咱就讲哇，其实这个季节都还未吼散季吼，啊，其实咱讲吼过去半冬内底拢无进口，啥来这个时间吼要来出手咧。是，咱看到吼，这即摆大概有3个部分，第一个是国际的部分，咱即摆看到咱台湾吼，甲足侪国家非常的好，不管是甲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至于咱看到东欧的这国家吼，包含立陶宛啊、这个斯洛伐克啊、捷克啊。波兰拢好，咱实在是咱即摆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当然是甲咱国内的部分是有关系，因为咱看到这一冬内底。台湾因为疫情收了袂歹，所以咱不管是对外迄款投资也好、贸易也好，其实咱看到，其实咱台湾的经济也佫袂歹的部分，这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当然是中国大陆即摆家己问题嘛足济，啊，所以伊用这个方式是毋是要转移国内这款压力的情形？所以这是咱大家在看一个情形，所以为国际。到台湾啊，甲中国大陆内部的部分，其实咱看到是讲，因为伊即摆已经唔知要安出招啊，所以在乌白乱出招的部分，因为咱看到即届是咱中秋节的迄款年假的部分，照你来讲，这个甲美国人咧过 Christmas 的迄款感觉共款，即中秋人团圆的时阵，结果中国选择即个时阵，然后来出手来打压台湾的农业，打压咱台湾的农民，互咱台湾的这拢总无任何迄款时间来做这款应用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吼，那往来湿气、染雾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是讲，咱即摆全世界拢在检讨，甲中国大陆贸易的这个问题，尤其伊这出尔反尔的部分是愈来愈严重。所以咱看到这颠倒过来是讲，大家拢在检讨，吼，尤其咱有看到美国政府为进前川普时期的时阵，就开始要求中国大陆必须要遵守国际规则，啊，颠倒过来，即摆伊迄款。拜登政府内底，伊嘛是要求，除了做甲这为这个基本的规则爱遵守以外，希望伊会当做更较济。尤其即摆美国佮掠足侪盟友做伙来要求中国大陆爱遵守国际规则。所以伊即摆现主是即摆出招，其实咱看到，其实伊拜登啊甲迄个习近平都。通完电话了，结果伊出即个招的部分，即咱看到，因为台美吼最近咧讲，是咪台美的迄办事处的迄个名要改新的部分，甚至东欧嘛，足侪国家嘛要提升咱对台湾的这款地位的部分，所以看起来有一寡起无落空的情形。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哦，自咱讲吼3个站出来看，教授提出着第一点，就是咱国际吼朋友，甲咱台湾是马真马啦吼。咱看到讲，这个台湾吼过去吼，咱讲去用打压即阵真侪迄个欧洲朋友、美国朋友，甲咱斗3工啦吼。另外就是讲台湾内部一寡这个问题，上重要就是咱吼，这个伫咧国内啦吼，安怎去看即回这个代志啦吼。咱来看到讲，伫咧染雾遮吼，这个年产量差不多是4万外吨，然后另外这个种的这个面积吼，有差不多3000外公顷。另外咧，伊这个产值吼会当33亿吼，外销咱讲吼差不多4000外公吨吼，这个动价这部分其实吼外销占吼中国遮吼差不多10%啦吼，4000外吨吼。另外咱看到讲销吼这个中国的这个比例吼差不多是9%。另外咧销中国吼遮总占比啦吼，咱看到讲。10%啊，对于咱台湾吼，差不多90安尼吼，1比9吼，安尼来去看吼。主要产地就是屏东和高雄。即阵咱过来请教信兄啦吼，安怎来看即回吼，这个中国的这个出手，嘛先吼解说一下吼，观众朋友知影，你到底吼种偌济啊？过去是毋是甲中国做市场的这个往来咧？请信兄哈。即届中国大陆对于咱台湾的染雾出手吼，我是认为伊是纯粹是政治的因素。OK。因为伊用讲咱的迄个水果内底有即个
迄个海棠哦，我感觉这是最主要，伊是摕来做借口用的啦。嗯，所以我认为讲吼，因为中国大陆对咱染污来讲吼，伊的一年的迄个占的迄个无够1成，所以国内市场，咱来讲吼，国内的人对咱这个染污足介意食，我相信阮农民，阮也会足辛苦啊，足认真来照顾这个染污，供来互咱国内这个介意食染污的人，哦，会当拢无问题就对了。是，咱头拄讲到吼，咱这个吼，咱讲外销去这个中国差不多无够1成，还是讲差不多10%啦吼。啊，咱讲台湾吼，家己销国内，其实就应该会当应付啊，你的意思是安尼吗？对，因为我家己的染污，透过市场拍卖，透过栽培，应该是讲拢无够通去卖啦。嗯。啊，因为产地吼，最主要就是讲人工减少，啊，所以我的产量，阮就只有甲上好的，甲中盘的拢送上去市场安尼，啊，甲迄另外佮选出来，咱他来做栽培用安尼。嗯。所以咱讲吼，台湾染污吼，真正品种真侪啦哈！啊，你种啥物？啊，消亡这个过去啦吼，咱即阵主流的吼，这个染污吼是啥物品种啦？啊，即回咱讲吼，这个影响会当伫染污者会当家看甲上少这个部分，你种的这个是啥物咧？一般来讲啦吼，出口去中国大陆的吼，拢是叫做咱咧讲的讲泰国啊，也是巴掌的。这两项叫大宗，啊，因为我种的就是咱咧讲的讲南洋啊、土种啊，啊个大粒种的大果冻，啊咧黄金光，哦，搁有迄个黑糖芭比新的品种，是，哦，这3种。好，所以咱看到讲吼，这3种吼，所以咱讲台湾这个市啊，咱讲个市场过户在应该是无问题啦吼。继续，咱个请教教授啦吼。头拄啊，咱讲染污者可能影响较少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啊，真侪人吼嘛烦恼讲吼，到底这个染污啊，还是讲这个湿气啦吼，会出到吼这个什么问题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湿气的问题可能较重，你安怎看咧？是，中国大陆呢，自从今年2月底对台湾的往来禁止出口以外，最近伫中秋的进程呢，佮针对着台湾的湿气甲染污来禁止进口。其实咱过去呢，对大陆的农产品的出口呢，相当的集中哦。譬如讲，咱的染污有9%-5%的出口拢是集中伫大陆，湿气嘛是同款。如果这个量被禁止以后，无法度分散其他国家的外销，那回销到咱台湾的市场，一定面对着价小的冲击。是。其实咱拄则咱的农民有讲到染污的部分，其实染污的品种真侪。咱伫屏东的染污最主要是乌金光，还有乌珍珠，也是黑糖芭比。是。但是咱外销去大陆的，拢是我讲的，就是泰国啊，或者子弹莲雾，也是飞弹莲雾。这个产地反而伫高雄的六股，也是伫咱的嘉义的中部。所以如果咱要确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唔是讲所有的染污拢来做一个促销，是针对着特定的品种影响到的吼。就是咱的譬如讲子弹莲雾，也是飞弹莲雾，来做一个特别的推广甲促销。是。同款，咱的色卡嘛有分2种，一个是传统的大目啊，大目啊，另外一种就是往来色卡。是。往来色卡就是针对着大陆的出口。其实往来色卡对台湾的影响真大，因为咱往来色卡一半的产量拢是外销，而且外销到大陆的几乎是100%，90%。所以这样大的量，一半以上的这个产量，如果袂让去卖去大陆的话，这部分
对咱种植起来农民呢，其实影响真大。所以，咱今日如果要针对着这问题来解决的话，应该是针对着特定的品种受影响的品种来去解决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莲雾其实这个品种介济啦吼，但是销往中国头段，咱的这个吼莲雾农吼，这个信息也嘛讲到，南洋啊吼，啊个有这个咱讲华语这个飞弹吼，这个莲雾吼受到影响较济，啊毋是所有的莲雾吼拢爱去做一寡这个行销促销的这个动作啦吼，啊共款咱讲这个食起来这部分。啊，咱讲一般这个大目啊吼，其实影响较少，因为咱讲这个内销的这个市场吼是真介大啦吼，所以为着吼要销往着大陆，咱讲吼有这个哦。这个中国啦吼，要销往中国啦吼，所以有这个往来食客啦吼，往来食客都爱特别来去做一寡这个促销等等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这回影响唔单单那是吼，这个吼台东啊是讲这个屏东啊，所有吼这南部县市有种到，可能拢受到影响。尤其咱来看到讲台东遮吼，县长特别烦恼啦，所以又呼吁啥？又呼吁中央吼，紧发着吼一寡这个吼食客券啦吼。啊，但是这个食客券到底适用也无效用。另外咧，农委会安怎回应？因讲吼，到底是要用这个农油罐吼，因讲可能这较下啦吼，所以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回来看。往来食客的果子已经计升级的拳头遐尼大，农民就是讲年底就会当外销去中国，想袂到中国雄雄禁止台湾食客进口，农民的心血一时间就无销路，更加烦恼往来食客外销转内销，恐惊会冲击产销特殊，会互计销直直落。那内销呢，就会冲击在市场里面，因为6000公顷世家本来有一半是外销。现在变成全部进到内销，那不只是凤梨世家价钱会很惨，它也会打击到大木世家。一时间真歹找到同款规模的外销市场，台东县长就庆龄呼吁，中央应该就发台东食客券，增加国内的需求。农委会可以来做台东世家券，让我们台湾的所有还不认识凤梨世家的民众，都可以透过农油券、台东世家券来了解台东世家的美味。农委会表示讲，要是积极开发外销市场。啊，那国内的部分虽然无规划要发食客券，不过也是结合农油券做特别的优待，希望鼓励民众加买食客。如果你买世家的话，我们会设计一个加码的一个诱因来促销，加码回馈的一个机制。国内食客伫20年前销到中国只有2栋，10年前增加到1-2千栋，102年开始，雄雄增加到8000多栋，这3年甚至突破13000栋。有农业专家指出，这根本就是超高的设局，用好的介绍声农民增加产量。即马中国摕虫害做理由，生理一声就喊停，互农民长期拍拼生产的作物一声就消无路。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吼，这个过去用这个好的介绍吼，请这个农民来种植啦。啊，即阵咱看到讲吼，介绍规个压起来，这个产量嘛规个压起来了。话不爱就不爱啦，尤其这个食客这个部分，咱讲过去吼，这个中国的需求吼嘛，即吼差不多无几栋啦吼。但是即阵咱看到讲吼，咱讲外销即阵占吼10000多栋啦吼。另外咧，这个外销吼占吼总产吼这个比例是差不多。这个1/4啦，咱讲2.5%啦吼，尤其销往到这个中国吼，也占到13000多栋啦吼，占吼咱讲外销比例，中国徛点9.5%这样济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真正是惊人吼。啊，台东即阵讲哇，买这个农油罐然后来斗3工，甚至有这个食客罐，但是即阵农委会嘛讲啊，可能是农油罐会当来斗3工，但是咱嘛讲过去吼，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因素，咱头头嘛听到农民咧讲。这回这个政治因素，唔那干那处理你高雄吼，这个绿色积极台东家吼，这个是哪样这个管区哦吼？是，教授你安尼看？是，我是安尼看的吼，咱看到最近吼，这咱这农民吼，实在是足拍拼咧种这农产品。咱的政府嘛一直持续咧促销这产品，所以咱咧看着讲，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吼，就等于讲咱下过来讲国内原因，其实咱看到这礼拜6吼，这国民党的主席要选举啊，啊，伊4个这个主席内底，因在讲的讲安怎拍好两化关系的部分，啊，咱下过看咧，咱台东县的县长吼嘛出来讲，这爱帮助农民这个情形。啊，所以咱看到就是讲，其实吼中国大陆嘛是透过这样的议题吼，嘛是咧看咱台湾的民意安怎来风安怎吹，啥物意思？就是讲这件代志来讲，就是对台湾
到底是安怎的加害？但是咱即摆看到，不管是咱全国人民也好，县长也好，大家拢要求咱的政府一定爱搁较做搁较侪单工课。所以咱看到的就是讲，伫即个部分的时阵，其实。中国安尼做，无法度扭到台湾的民心。不管是国民党执政的台东，还是讲民进党执政的屏东来讲，拢是同款的。因为咱所有全国人民拢是徛斗阵，啊，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咱家己加买一寡以外，啊，要安怎转型，要安怎升级的部分，这是更加爱做的情形。有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国内有真侪种讨论吼，即阵嘛讲到吼，毋是干那处罚这绿色之政的这个吼管区啦吼，另外。哪色遮台东吼嘛受到影响啊，尤其咱头拄讲到，台东吼伫咧真侪区拢有种啦吼，所以伫遮安怎吼，甲即个伤害降较上低，咱等下好好讨论。另外吼，针对即件代志，咱看到讲各界拢有做回应吼。当然，咱看到讲吼，迄当阵吼有发生事件迄阵吼，陈吉仲啦吼，农委会即个主委啦吼，咱看到讲吼，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吼，安怎讲呢？伊讲吼，即个过去啊，即个巨神吼，伫中国嘛有啊，伫咧收吼，咱讲哦出口的时阵吼，一般正常的国家拢会去做到吼啊一寡即个混种的即个部分，安尼就当过关啦吼。6月以后都已经无搁再吼有即个中国接到因的即个无合格的即个通报啦吼。煞伫咧中秋连假即个时阵吼，甲咱即适卡联补吼。拢总讲啊，有一另外吼，即个无益的可能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9月30，若是中国无回应，咱随要吼向 WTO 提出着争端的即个解决申请啦吼。咱等下再好好吼请教吼，咱的即个教授吼，即阵咱要先来吼，过来请教另外一位吼，即个咱讲正式卡龙吼，啊，即个部分张进德吼，进德兄你好。你好。哇，咱讲最近啊，受到吼即个中秋啦吼，即个消息安尼影响。心情安怎？压力介大啦，压力介大哦，所以咱看到讲吼，头拄仔咱有讲到吼，销往中国差不多吼90几%啦吼，啊，咱安怎去应用咧？尤其咱讲可能种往来色客遮，你种的是啥物品种？就是往来色客。哇，安尼要安怎来去处理即回头疼的即个代志咧？因为吼，这销往大陆啊吼占。8-9成啦，吼啊！你若像即摆临时讲无爱收，吼啊，因为你也想讲个9月，所以往来色客还是要大出啦，吼啊！这段时间咧讲长无长啊，1个月时间要到啊，啊，向讲无爱收，因为这伊是讲这是有介壳虫的问题，但是伫咧今年咧差不多。过年迄时啊，吼，伊有讲有验出吼有介壳虫的问题，但是伊无实际甲阮讲是即个物件吼是伫对，无相片，吼，嘛无一个证据。啊，照你讲要停，应该是迄个时阵验出的时阵就爱停啊。是。吼，毋是伫个即马已经准备要收成的时阵，较像安尼甲阮农民讲，安尼阮一定会看做心内足不安的啊。是。当然，这是一个咱看到讲吼一个事件啦吼，但是，互咱搁一届去思考讲，到底咱甲中国吼这个依赖性会偌大？过去咱讲吼，咱这品种有大目啊，啊，咱讲吼，即阵要销去中国，拢是咱讲的这个往来色客为主啦吼。这件事件了后，你会安怎去应用咧？就是讲，因为咱嘛知影种色客吼，可能10几冬吼是一个期间啦吼，啊，你已经成本投落去啊，你要改嘛，无可能一个手改，但是未来你安怎思考咧？未来安尼吼，是因为即马事实摆伫咧眼前啦。啊，是希望吼，这政府会当先以即马即个拄着问题，帮助阮农民吼渡过即个难关吼。啊，看有法度去个开发吼其他的市场。啊是讲要补助吼，阮农民吼来做即个转做。看是要改进其他吼。要适合台东的作物，虽然这路可能较长啦，吼，但是希望呢，哦，这政府会当甲农民来做一个协调，吼，来互阮讲要安怎做这个因应的措施，因为吼，这色客吼，伊是实在是无足适合加工的啦，伊就是一个圆果，吼，对，伊一个讲个安尼色啊，就是爱食，啊无食就是爱冰起来，吼，伊无伊的尝鲜期啦，是安尼。有真侪即个吼日本的即个网络的朋友啦，讲吼哇，
看到这个咱阁受到大目光化，这个失客啦吼，往来失客，看会当入去到这个日本，你感觉这可能性有悬啊无悬？日本哦，是因为安尼啦，小材料吼，因为因可能爱食甜。吼，因为这往来失客吼，这有够甜，差不多伫咧20外块，嘿，对，20几度啦。啊，你若以销日本，吼，第一有即个运费的即个疑虑咧内底，是，吼，毋是讲，就算他们今天喜欢吃，吼，啊，你也想讲，这运途较长，吼，伫阮遮中部甲阮收的介绍，吼，啊，运到即个日本遐去。甲这介绍搁塌入去，因为有法度接受无 ？OK。嘿，问题是安尼，嘿，就算因足介意的，但是这爱先解决这个运费或者部分。运费啦吼，啊，你讲其他的市场，若是讲真正要销去，敢有好卖？你的看法咧？其他的所在哦，这可能就是爱以看中央还是这政府有法度去替阮扫咯。OK， 所以短期之内啦吼，咱看到讲中央还是讲这农委会遮，其实爱做真侪代志啦吼，就是讲真侪吼，咱讲补助的这个部分哦，这个政府还是讲农委会讲要投入这个10亿来救农务也好，个失客也好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关键就是讲未来吼，国内安怎去接受咱讲往来失客，大家可能这个口感食起来嘛不离啊吼。这个有当时啊较相共，但是有的人就是无爱遐尔甜啦吼。咱继续请教教授啦，安怎看咧？对，这道往来失客呢，其实呢是打击上大的吼。咱的产量的一半拢是外销，外销拢集中伫中国大陆。是。这部分呢，如果会当来分散到外销的市场，开发新的市场，譬如讲日本、新加坡，甚至到欧美、加拿大、伊大遐拢有可能。对我讲的，咱的日本的伊的检疫标准标准的较悬，吼。其实咱会当另外思考就是讲，是毋是会当用冷冻的方式？其实即马台中改良场呢，已经有开发出来催熟然后冷冻、急速冷冻的一个方式，会当保存到1年。如果会当用冷冻的方式来出口的话，就当避开掉这个检疫的问题。OK， 甚至就是讲。当然，往来失客伊的加工的产品较少，但是如果会当来做冰淇淋，伊的风味，你甚至往来失客我知影，它的胶质也非常的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乳化剂，具有安定性，所以会当来做一个冰淇淋，做一个加工品，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咱未来就是采取一个新的一个。外销的一个模式，用冷冻的方式，来避开掉这个炎的问题。OK， 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台北驻日吼，这个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个代表吼，这个中定，伊嘛讲着吼，台湾过去伫咧日本吼，捌推销着这个冷冻的这个雪茄果啦吼，咱嘛讲着吼，这个应该吼爱随来启动着个较青笑的这部分的谈判甲交涉，咱阁继续请教吼，这个进地遐啦吼。安怎看讲吼？头拄仔咱的这个教授嘛提供着，咱嘛这个吼，这个代表嘛有讲着冷冻的雪茄果吼，其实咱的冷链的这个技术到底有好啊无好？咱头拄仔讲着，日本是一个开发的这个市场，当然伊的运费较悬。咱讲吼，伊的这个若是要安尼销啦吼，这个市场的这个距离嘛是一个关键吼。你安怎看咧？其实伊即摆目前看起来吼。这大陆是讲，这是阮的介壳虫的问题。那这介壳虫的问题吼，阮其实会当提升吼，阮咧运输方面甲包装的方面吼，这加强来把关，会当用这真菌的方式，吼，来把这个介壳虫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根除，吼。是。因为这部分变成讲，可能就是爱有一个新的包装方式。OK， 来做一个较彻底的这个杀菌，甲这个介壳虫杀掉安尼。你讲若要用冷冻的方式到日本，其实嘛会使啦，因为往来雪茄吼，伊熟啊了后，甲冷冻起来吼，来做一个加工，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
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谢中庭伊讲吼，开始要和日本来去做一寡谈判吼。当然，咱袂使甲所有这市场如果压伫咧这个咱讲日本家啦吼。其实咱讲日本嘛，毋是所有的这个物件拢要接受啦吼。所以咱嘛是要好好思考着讲，咱即回吼，当着即款的这代志，自往来开始。搁有这个任务和失去吼，咱规个吼通盘拢爱检验，就是讲咱过去甲中国依赖性的这问题。啊，某人咧一直问讲，哇，恁台湾吼，就是依赖中国真济啦吼。但是咱讲农产品是一部分，但是咱嘛占一部分是咱这个半导体啦吼。中国你敢禁无？咱继续请教教授。是，我想啊，中国是绝对袂使禁嘛，唔敢禁。为什么？因为伊即摆连球连规拢总摕袂到这。半导体迄款晶片的部分，这对伊来讲，伊不管伊用家己的生产，还是学台湾的人才，其实到即摆其实就是做袂出来。安尼伊就是咧欺负农民嘛。伊就是欺负农民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伊摕到。咱过去咱讲哈，以前甲你买你的物件，过来买你的人，煞来买你的技术，啊，所有种种买去，但是。伫半导体内底，其实伊是做袂到这点的部分，因为伊对人才部分来讲，其实伊的技术，吼，咱看到吼，迄个 ASML 这间公司吼，要做迄半导体这间公司是伫荷兰的一间公司，啊，这间公司伊若要出口伊的机器，去世界任何各国的部分，伊是会受到国际的个约束，所以伊是目前中国大陆是摕袂到这个技术的部分，而咱台湾的台积电，咱是有足侪台积的 ASML 的迄个光科技的部分，所以咱看到的是吼，就中国大陆在欺负咱的农民，欺负咱的农业，啊，上无就是要欺负咱的政府，因为咱看到过去来讲，其实两岸这款谈判内底，其实台湾想要甲中国大陆讲，但是中国大陆就是定定吼，用一个足侪前提来甲你讲，这袂使，迄袂使，啊无就是甲你讲啊，这爱安怎，你较会使，你会较伊较要甲你讲的部分，所以伫贸易的顶头吼，伊加足侪规则伫伊啊顶头，所以咱即摆看咧。除了台湾以外，国际嘛是看袂开伊即款做法，所以你看吼，即过去内底，不管甲澳洲也好，甲美国也好，甲欧洲足侪国家来讲，伊要甲伊买物件的时候，伊结果颠倒过来，伊用这甲你买物件这方式，这手段颠倒来甲你订你的颔棍，所以互你喘袂过去啦。希望你会当甲伊做伙坐。淡薄的来讲这个代志，所以咱看到讲中国大陆的做法吼，就是迄款用钱买，啊用迄款武力甲你恐吓，这两种做法，伊两鬼在甲你安尼在做的部分，所以咱台湾一定要看好清楚，咱包含咱的农民、咱的政府，这大家互相支持，干那买唔是办法啦，啊要转型，要提升品质，这可能是好教授这个讲法内底，其实咱提升咱的品质，咱台湾的农产品会当行出去，特别完全。依靠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有影吼，真正是一人教的这个中国啦吼。咱嘛看到讲啊，真济时阵啊，咱过去吼本地就是这个农产吼真大国的这个所在。啊，过去因为真正吼啊，咱讲吼这个中国啦，真正甲你放利互你啦吼。啊，伊讲哦，这是一种惠台的这个政策，但是惠台了后无几当吼，伊安怎收？就是要甲你吼拢总放掉啦吼，伊收到伊的这利益，还是讲技术甲你偷摕了啊，你无利用价值啦，我就甲你放杀啦吼。咱看出的啦吼。另外，咱嘛来讲着吼，坐起你谈判到即阵是有必要无必要，咱嘛讲着，因为即个事件吼，水果吼，任务也好，失去也好，你若是9月30中国你无回应，我就要向 WTO 来吼提出着争端解决的这个申请哈，继续请教教授啦。这个咱讲 WTO 啦，有伊的这个机制伫咧，但是咱嘛讲着吼，过去啦吼，这个川普吼，甲这个 WTO 这个机制可能小可弱化。啊，咱伫遮谈判，也是讲吼提出仲裁，咱的这个胜算有偌大咧？因为两岸台湾甲大陆拢是 WTO 会员，所以咱会当透过着 WTO。这个智商的平台的一个机制呢，来做一个提告。其实，要透过 WTO 来提告呢，这是咱的权利，嘛是爱做一个态度来表态。因为即马两岸因为一寡其他的考量，所以无法度直接来对话，是不是会当透过着 WTO 来提出着讲，今日中国大陆用片面的通知。来禁止掉台湾的水果袂当销去大陆，啊，整个的资讯呢不透明，甚至背后没有任何的这些科学的一个证据，是不是？咱会当要求掉大陆会当进一步提出掉
更加多的说明。所以咱透过着 WTO 来提高呢，其实是一种动作。咱希望 WTO 来介入，然后透过这些双方的一些磋商的方式，让整个这个贸易呢能够走向一个更公平互惠的一个精神啊。OK，但是咱讲哦，公平甲这个互相有这个优惠啦吼，其实中国都无咧甲你信道啦吼。咱看到即阵吼，必然爱向这个 WTO 啦吼，但是这个 WTO 有人讲伊代表意义大过伊的实际意义，教授你安怎看？是，我感觉吼，就是我教授嘛讲，台湾甲中国大陆拢是这会员国啊，所以咱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讲，会员国内底可能有一寡纷争。啊，但是纷争的部分 ，WTO 拢是希望你会员国会当坐落来好好啊讲。啊，但是咱看到是讲中国实在是足阿爸，拢无甲咱讲。包括即块，咱还搁咧讲啊，咱的选举是到4月就结束啊，啊，到底有啥问题？你会使甲咱讲嘛？啊，结果选伫中秋节这个时间点，雄雄就甲咱讲要禁止，啊，甲咱通知的时阵，甲咱一天的时咯。所以我个人感觉，我感觉咱的农委会主委吼，啊，咱讲就讲要提这仲裁部分，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头一个部分就是咱爱看科学的迄个证据到底有够无？啊，第二个部分就是 WTO 卖看你的手段有伤过离谱无，还是讲过度扩张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当然咱看到就是讲啊，到底有改善的空间无？你像哦，这敢若一天通知，过一天就甲你断掉，这都是 WTO 迄款机制内底是做袂到的部分。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咱就要爱看，因为咱看到过去中国大陆就是拢无爱甲即卖政府来做对话、来做沟通的部分。上重要就是讲，其实中国大陆甲台湾，伊上无爱看到的，就是讲台湾甲中国大陆坐伫国际谈判桌顶头，然后来处理这件代志。变做吼国家国的国际议题啊吼。因为任何一个会员国吼，拢会当要求秘书长。吼出来调停，咱看到今年2月份，迄个 WTO 的秘书长拄我换人，奈及利亚迄款主席，啊有4个副秘书长内底有美国的。有中国的，有法国的，有哥斯达黎加，所以咱看到讲第二步，就是讲会员国伊会当要求讲这秘书长爱出来仲裁，出来调停，啊，所以若是行到这步的时阵，等于台湾甲中国伫国际的所在坐落来平等，然后来调停这件代志，这对中国大陆、对中共来讲是完全。无法度接受的，伊感觉可能会下民主哦。这绝对伊来讲，绝对是无法度接受的。啊，无法度接受的时阵，伊会颠倒过来，会要甲咱台湾来讲无。因为伊行到这步的时阵，可能是伊无想到的部分。因为咱过去咱无用到这步嘛，啊，咱无想要甲代志拍破，无法度继续落去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咱这届咱的政府，不管是总统也好，院长也好，还是主委也好，拢是希望行这讲国际仲裁机制。我想这有这伊的目的，啊，甲伊的做法。所以当然时间会拖了较长，但是会希望吼，咱比如讲，咱我看到澳洲的部分，澳洲嘛是甲中国大陆就是爱行 WTO 机制，所以安尼来行的部分，我想会当啊，吼，更较侪国家吼，若是受到中国大陆用农产品、用各种不平等的迄款贸易制裁来讲，就当来做一款反制的工作。有影啦吼，所以咱看来讲吼，这个 WTO 唔是咱家己要去的，是伊甲咱逼的啦吼。啊，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吼，中国即阵嘛加入这个 CPTPP 啦，这个下太平洋东盘，这个咱讲一款嘛是新形态这个贸易组织啦。但是日本伫遮就甲你讲吼，就都马地吼，等一下我无遐尔温准讲你就当随入来吼。咱讲 WTO 也是讲 CPTPP 啦 ，CPTPP 也个关吼，这 WTO 吼一坎伊的吼。这个咱讲坎吼，搁较严格啦。继续请教授啦吼。啊，咱就讲中国无咧遵守 WTO， 伊国家入去咱讲 CPTPP， 你安怎看咧？CPTPP 呢是一种自由贸易的协定啦吼。是。甚至呢，伊要求大部分的产品拢爱是自由贸易，零关税。所以，伊对整个农产品的开放的市场是更加更加悬的个标准。当然，咱今日要做贸易，就是要遵守着贸易规则啊。今日如果中国大陆用片面的资讯，就要求台湾的一寡农产品袂当卖去大陆的话，伊无法度遵守着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的精神的话，咱对后摆伊要加入这 CPTPP 的态度，就感觉有点仔怀疑啦。是，甚至未来如果伊加入台湾嘛加入的话，其实咱嘛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咱台湾未来农产品
可能就是要面对着更较大的自由贸易的市场。OK， 所以今日这个事件嘛是大家来思考，咱过去外销袂当集中伫少数的国家，爱分散市场，甚至透过不管的各项的产品来做一个多方的一个利用。未来咱的农业的竞争力嘛是爱继续来改进，不管伊的转型啊、伊的升级啊，这部分咱都要继续来进行。是，当然咱讲吼，过去咧 WTO 的时阵吼，台湾农民听一届啊吼 ，CPTPP 可能台湾若要加入嘛是爱听一届啦吼，但是这对于咱讲台湾吼体质农业这个部分吼改良，可能嘛是必要的这个路啦吼，咱继续请教教授。是，我想吼，咱过去内底咱的农民吼，其实拢足朴实的。过去人讲正啥看天食饭啊，就安尼种，但是颠倒过来，咱即摆讲着讲，咱世界贸易有两种，一种是自由贸易，一种是公平贸易。咱看到咱台湾是希望除了自由贸易以外，还佫当有一种公平贸易。公平贸易的时阵，咱看到对着中国大陆即种遮尔阿爸向甲伊画长着长，这实在是咱农民嘛爱学着一寡迄款教训的部分。但是上重要是讲，咱政府在辅导咱的农民，不管是转型也好，提升伊的品质也好，还是甚至于咱看到伊这款农机具的提升，这拢是为着要互咱的农民吼，袂讲为伊去要求共一个市场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吼，足侪人拢讲两岸关系足重要。咱嘛看到即届吼，就是中秋节伫遮尔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时阵，结果出到即件代志的时阵，其实咱看到讲两岸关系其实足侪主导权毋是伫咱台湾的手中。若是要讲要去反制咧，有人就讲会破坏两岸关系。所以到底要安做的部分，其实大家拢看到，这出手其实为往来也好，到即摆石刻莲雾，其实拢是中国大陆出手的部分来造成这个僵局。若是会当透过 WTO 这个机制，互两岸会当坐上toàn部的来讲这件代志的时候，其實我感覺吼，拍開僵局。是有一種這種可能性，但對中國大陸來講，對中共來講，這是對伊足侮辱嘅代志。伊感覺這是這兩岸嘅關係，袂當摕去國際來講，所以顛倒過來，伊嘅出手會較有路無？其實我咱看到，咱之前咱看到啲南海嘅時陣，伊聽講南海就是我嘅，結果菲律賓這樣細國家，伊就搞去迄款海牙，迄款。法庭，伊就去甲告啊，告完了後，這法庭就甲講，這你講唔對，要求你愛遵守這個國際規則。所以咱看到即擺，不管美國也好，這英國也好，各國佇南海會當自由航行，這就是這國際秩序，必須大家愛去遵守的。這毋是中國大陸你講啥，中共你講啥，就是啥的部分。所以咱顛倒過來就講，咱國家內底雖然實力有較細，但是咱的綜合國力吼，已經互國際已經看到啊。尤其是你看澳洲也好，你看立陶宛也好，伊遮國家其實攏是看到咱台灣過去吼，互中國安尼欺負，互中國安尼削炮的迄款入侵的部分，其實。即擺顛倒過來就是講，伊嘛是尋求即款國際的機制來解決即個問題。咱台灣嘛是甲大家共款，咱攏是 WTO 的會員國，咱就是要求，咱就是愛用即款方式來解決即個問題。兩岸的迄款協議當然是真好，但是伊即擺就無愛甲你講啊，無愛甲你講的時陣，咱只好找破口然後來解決的即個部分。有影，咱當然愛找一個突破的一個空間吼，就是講哇，我要甲你好好講吼，八屆呢吼，你攏無要甲我插啦吼，即陣我就。行 WTO 這條路，看你要甲我回應啊，無回應吼。頭拄咱嘛講過啊，雖然這時間拖愈長吼，但是咱講吼，對着有一寡這個時效性的這個軌跡來講，較無遐爾吼，這個短期內就看到效果，但是佇咧國際上的這個意義也是存在啦吼。但是咱頭拄嘛講着吼，雖然國際攏甲咱鬥相挺啦吼，但是咱台灣體質嘛是愛豆來轉變啦吼。所以咱頭拄講着吼，往來啊、石刻啊、蓮霧吼，這是可能第一波、第二波，未來嘛有人講第三波，就是這個柑仔類吼。咱嘛有另外一個報道，先做來看。中國宣布，為20開始暫停進口台灣的石刻甲蓮霧，主要生產蓮霧的屏東縣，因的衝擊並無大。嘉東農會表示，蓮霧有90%攏是內銷，而且因真早就有規劃要拍入水果加工的市場。
现在既有研发出来的莲雾果干、莲雾果粒酱，还有我们的莲雾果露哈。那未来我们会在冰品这一方面去做加强，就像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莲雾雪糕。台东食客同款会当加工制作侪无同款的产品，是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在地农民也是烦恼讲，伫加工制作产品的过程，食客要算是副原料，无法度制作主产品。每一年爱消化超过2万吨的产量，安尼也是无够。即马中国暂停进口食客甲莲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预告，伊认为柑仔可能是后一批会受到影响的农产品。咱台湾主要出产柑仔上大的产地也就是台中市的头一个受到影响，即马互在地农民是真烦恼。300%一定是担心啦，因为你单价农民的话这么辛苦的一颗一颗果实的在耕作。粒粒皆辛苦的在做。台中种柑仔的面积差不多是2502公顷，一年产量差不多46815吨。因那外销的部分是干那占3%，其中上届有名的木果柑仔，今年外销去中国差不多是500吨，干那占总产量的1%。台中市农业局认为讲，这影响并不大，而且嘛会积极扩展其他海外的市场。如果中国大陆禁止我们的柑橘的输入，其实对我们总体的那个柑橘的销售影响并不是很大哈。那未来本期会持续来拓展这个国内的市场以及国外的一个通路哈，像加拿大、东南亚等地区哈，来协助农民解决这些的产销的问题。农业局强调讲，即卖因为气候暖化的关系，柑仔大出的时间有提早，伫申请进前就会采收要一半。只要过年送礼期间，加强国内促销，而且辅导加工制作相关的产品，包括拍做果汁，也是砍数等等。所以要甲500吨的柑仔处理好了是无啥困难。针对可能会拄到的冲击，已经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安尼讲起来吼，柑仔类可能啦吼，真正袂遐尔啊烦恼啊，伊这量吼，家己内销吼，可能就食无够啊吼。啊，咱讲出口这部分会当来去吼，小可佮家转来内销这部分，还是讲加工品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看到讲，因为食客也好，还是讲吼，这个莲雾也好，啊，甚至这种往来啦吼，咱讲即阵要有10亿吼专案经费。要维护到这个农民的这个权益，但是咱嘛有讲到，若是建改啦吼，就是拄到这款代志，拢是用这种专案补助，咱看袂长久啦吼。继续搁请教吼教授啦吼，10亿吼当然是短期内咱爱去看这个代志，但是咧行销这部分吼有咧去做，也是讲积极来销啦吼，但是上根本的问题，你感觉是啥物咧？这10亿呢？其实就是比较，就是咱的往来进行处理的模式。是。透过分散着外销的市场，运费的补助，也是国内的推广的经费的补助。是。等等，其实咱往来虽然呢，咱的外销的量，进前要处理的有差不多有4万吨。对。但其实呢，咱只要会当处理到1/3，就法度提支持到这个计效。OK。所以这道呢，同款的模式要应用到咱的食客，也是咱的莲雾。其实拄则讲的，莲雾的这部分，因为伊的品种真济条，咱真正是要针对到这道为外销去大陆的这个品种，来特别到促销也是外销市场的分散。是。同款食客嘛是针对到往来食客，往来食客拄则讲的。咱会当发展到新的技术，透过伊的冷冻，也是伊的加工品，就是冰淇淋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应用。其实拄则讲的，咱长期呢是希望讲，咱甲两化会当维持到一个平等互惠的态度啦。吼，莫讲大陆这边啊，单方面来甲咱通知，咱就来讲禁就禁。所以咱台湾变得是软土深骨一寡权益啊无法度确保，所以逼到了咱只好行到 WTO 这边来做一个申诉。但是咱家本身嘛要有一个应用的方式，就是分散掉咱的外销的市场。这部分拄则讲的包括柑仔，不管未来大陆边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动作，咱其实所有的农产品拢爱有分散掉咱外销市场的准备啦。是。那另外就是讲。发展到咱的加工的技术，那甚至咱的冷链这部分呢嘛要做好势，因为透过到咱的采收后的处理，透过冷链把这个品质顾好势，咱的检验检疫嘛确保到咱的外销的品质无问题。是。所以这道的事件
回头过来，咱家己嘛是要去加强着咱的外销的工课。所以只要咱的体质好，因为咱农民的种的水果的品质拢足好的，而且伫世界各国人，咱掠国外去看，几乎真少看到其他国家的水果的比台湾更好。有影。但是就是咱的生产以后，采收后的处理，咱的包装的方式。咱的品质是不是有高调？有影，当然咱咧讲啦，所以这部分的是要加强。是啦，咱讲吼，这个咱的品质改良是世界第一的吼，但是若是输伫咧这个包装也好，输伫咧冷链，也是讲吼，这个咱讲分蒸这款技术吼，实在吼介无公平啦。你着遐认真吼咧做这个品质改良，所以咱讲未来吼，咱甲这些物件拢解决了后吼，扩大外销这个管道，内销部分嘛是要顾到啦吼。当然咱过去吼，因为3月时阵往来，咱台湾已经全面启动真侪应用的这个措施啊吼。咱来看到讲吼，过去吼，这个多元加工已经利用2万吨吼。同时阵，咱嘛看到讲超市也好啊，大型的这个通路、传统市场，拢讲做回来买这个国产往来吼。当然，咱讲国产的这个物件，咱会当去支持，但是咱望讲后摆吼，若是有这款这个市场的这个，咱讲吼，这个事件这个时阵发生，咱真正已经做好准备来去应用啊吼。咱嘛看到讲，因为吼这个往来啦吼，咱的这个收的这个价效有比过去搁较好，因为啦吼，咱讲吼这个22.1块啦吼，因为这件事件，咱有甲这个价效了悬。另外外销的市场吼，过去吼占中国以外真正介少，但是因为这个事件了后，咱讲566%吼，等于成长这个几啊倍啦吼。另外咱讲外销日本的市场成长742%吼，所以多元行销、多元市场是非常重要。上尾咱请教教授啦吼。综合来看啦吼，咱头拄也有讲到3个赞助吼，就是咱国际这个吼，咱讲马吉马的这个朋友愈来愈多，台湾内部的问题，另外就是咱讲吼中国内部的这个问题啦。未来可能安尼代志吼，咱头拄嘛约着讲，可能后一步是伽马瑞啦吼。不管伊安怎答，咱也搁停会在吼。你感觉关键原因也搁是啥物？我感觉吼，这有2个部分。第一种就是讲伊的宣传，宣传的部分，过去拢伊讲这买台湾的部分，但是你看伊即摆用这古糖的部分，这个禁止咱的农民外销去中国部分，所以伊的效果会愈来愈歹。第2个部分，伊希望透过这个禁止咱的农产品到大陆去，不管是往来、食客还是冷雾的部分，伊过去对台湾这个认知作战的时阵，拢足成功。但是无想到，咱看到即届，咱国内所有的民众对着中国禁止咱台湾的迄款冷雾、食客往来到中国大陆去的时阵，大家是愈来愈团结，大家想办法。要帮农民来解决这个部分，为政府到咱的一般的人民，拢是安尼同心来支持咱的农民的这农产品的部分。所以我看吼，伊第2个部分就是讲，伊若继续搁安尼做，伊要分化裂解咱台湾的部分，会愈来愈困难。所以但是中国对咱台湾的这个统战的部分，绝对袂停，伊一定会搁想到其他的方法吼，来继续来对台湾来出招。所以咱台湾心头爱定在，继续咱看伊安怎出招，咱就安怎改招的部分。有影吼，中国出招，咱就爱来甲化解啦吼。当然，这有分长期甲短期啦吼。短期之内，咱只好吼，看到讲哇要大出啦，同款像迄当阵食往来这个方式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中国各方面要暂停咱的这个食客和联物输入啦吼。农委会在策略是讲联合3地农民团体和外销业者共同要提升到这个5000吨啦吼，联物1000吨扩大外销做目标。这当然是敢若短期来应用啦吼。9月23日嘛是共同来要求，还是讲互国人朋友做伙支持来买9月23做出着台湾食客和联物咱讲按算的，你会当伫遐注文的一个平台。当然这是短期啦长期来讲，就像真像2位教授所讲的长期咱爱好好甲咱的体质小改一下。另外呢，国际这个部分，咱嘛爱好好去开拓着咱的这个市场啦但是咱讲9月30。有一个限制，互你啦吼。中国你要赶紧回应嘛是在理啦吼。但是咱嘛讲着毋是咱讲各方面咱去 WTO 咱就一定占赢面咱讲有过去有800几项的这个物件，咱是禁止中国输入的。但是咱讲 WTO 过去咱已经听一届会当透过这回先家己听一下，莫讲长期搁听。上尾请教教授。
是啊，因为两化真正拢是 WTO， 当初 WTO 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讲要解决掉贸易的纠纷。所以今日咱有面对着贸易的权益受到打压的情形，咱当然有这个权利会当甲 WTO 来申诉。这是一个态度，嘛是咱的权利啦吼。所以希望讲两化真正上少会当透过 WTO 这个平台呢，大家来协商，吼，把所有的资讯呢，拢会让提供出来。透明化，背后所有这些科学的这些证据来支持。如果说这个协商不成的话，它可能就是进一步逼加入工作小组的调查啦，来做一个仲裁。咱当然无希望讲会当行到这步啦，吼。是。希望讲台湾的农产品会当好好去外销到中国大陆甲其他的国家，拢会当受到平等的待遇啦。所以咱透过 WTO 这个模式呢，是一种态度哦。那么唔茫讲，咱的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善意的回应。OK。那未来两化会当行得长长久久。讲实在，今日大陆这个做法实在无巧的做法啦。无巧啦。会互台湾的民心呢，愈来愈疏远去。有影，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乡亲美食馆，咱再会，感谢多谢。